太妈妈嘅那种水，强强都会任睇贵州状态，不唔清楚哪片系好吧，哪片系路。居民嘅屋贵州占地水多，各位时间了还看得到，一片偏风强强都冇睇咧，市中风炮射雾弹。过那个桥过来是加工，那边是林边。看那个戏融，许多莫拉克风采严重损伤嘅偏南地区，包含林边、东港、嘉渡、江然，看起来都强弱。几片车要住嘅山派严重泥石，山当嘅泥沙半大水打下来，未老山那老桥打铁，连在偏东高速老高雄模定嘅大尖橋，做出一件半大水打斷鐵，加上變色，偏南地區變做嚟水世界。呢度高速向龍龍海嘅水見碰見過嚟好把順，唔單搶本單嘅薄病體嚟，本單呢波1公里嘅人家都受到大水威脅，地區已經半大水打鐵，副歌非常危險。新豐村嘅龍龍海兩片滿內都係水流木。总共呢，现在长度呢将近4公里的长度啦，然后农田淹没呢将近有400公顷啦。好把水破好破看到中條度，做我哋對外交通，也為最高人力維持清流，居民調查徹底改善。那交會半點鐘找未出來啊！光復村未傳出災情，準備調查海波病體，也歡迎嘅副歌土地入下木物界都冇睇嚟。打咗2-15個月呢，阿個俺哋夾波天嚟攏做好吧啦，咪錯你啱係唔咁耐，對會喪事嘛，啱咁耐。村民講調查海波站病體事件，出夾夾通報，上一次定冇人來救。8月8號9點多通報要嘛，當晚本嚟下早嚟使用就都冇可能嘅，嗱個政府唔知道做乜嘅，我都唔知嘅。就是莫大見潮，肯係潮唔讓落摩天嘅大水，加東向大夫地區做大水。鄉民講，呢係啲50年之前嘅8次水災過後，博大水最嚴重嘅。本來都成日都冇乜水嘅，你咪用水庫嚟建水，用水渠。富嗰山路我唔會嘅，他做唔到耐嘅。水慢慢嘅對此挑戰上來，民眾為咗保命，先做得夾夾出走。你幹你儲備水難咯？你的水呢？你不走你就死了，你還去哪裡？很近有個嘛？冰箱有污呢有冇嘛？水淹到半間嘅眼角，冇抗命就唔得。民眾講係認為水利工廠施工唔得當，回來冇前提。供水要回填，你弄走他會抓去關了。我說全民監工啊，那個全民給你蓋章，我給你蓋章啊，你要弄走啊。要擺洪柴。流水啦，交通上流水啦最大嘅，二兩本來起上橋共800，雙受真多1600，所以按個人嚟加上可能我哋連邊海嘅下游啊，沙石無樹磚，嗰所講嘅浦江嘅咧，那比海嘅地方。目前嘅大水因內容冷氣，高雄民路強中3個博大水。人入水哦，真係辛苦哦，跟嚟哦，大漲樣嘅，而家啲水哦射唔槍咧，嗰種米作不米嗰單米嘢槍啊，入面人入水最多嘅啦，嗰隻頭嘅馬發下喎，台灣上就買人槍嘅最槍嘅就發過，一年一射就變水，長遠是水哦。冬季嘅大水大量歸山坡，不但保護民農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嘅提出頭風險，未啲年齡3年大水過後病體嚟。當地居民注意最大嘅原因可能係農民拿好長橋連龍龍海嘅東岸，卻將缺200個嘅水利田來種農作，造成本單人歸流向好把東岸嘅大水，實轉向損透嘅歸山坡。地桶啊，地桶從全部承租地啊，全部做本人種田啦，種田啦，農作啦，種農作啦，所以講一生病本人種田啊唔怕地桶啊，本人種田啊，熱水啊，切對生病啊流過來啊，白片切都會爆起啦。
风采草选嘅农作社會做結題，面後前橫咗貴片嘅公交站，本嚟最好嘅答案。嗰個班長嘢除首選嘅公交，你一下做下白強強。呢條甩啦，我唔識啦，唔曉啊。嗰日嘅我係要叫嘛？冇叫嘅啦，啲人看唔到底嘅咩？啲人咧係要叫咯，團咩嚇？睇下。全到嘅啊，根本都一年都下來嘅辛苦嗬，冇辦法數成，全部都也一瞬間都損失嚟咧。唔單淨係公交，其他農作物未強壯，可能辛苦種出了嘅農作首選唔出，全部颱風大水打踢，先看到嘅圖，四種農民最清楚。菜類啊，個果樹嚇，果樹就包括香蕉啦、檸檬啦、辣拍嚟啦嚇，一度都關嚴重。哦，好難過呢。這個是一個港中的東西啊，就望一個作物嚟，出生嚟成塊咩？在面見輕見講，實冇法度改變生活已經變色嘅事實。破壞咗農嘅好把水見打，敲出一樣團體。莫拉克風采高見，總橋草選14籌敲團體，其中連接高雄老偏東嘅松蘭大橋，風采類世界公路總橋轉在水位都還望到見解切，根本就冇想到敲不團體。斷橋的原因那我們還在就是分析評估當中，特別是要到水退了之後下到橋墩基礎去做一些實地的檢視。以下嘅封橋標準係用水位做基準，就算照顧咗橋嘅標準冇強壯，不過運錯專家講，除了水位之外，橋嘅垂直還有經過風浪水打嘅事件都會影響結構。建議人管樣批對全台灣嘅橋進行總體檢，為分別建立基本資料，針對雜草橋提出冇強壯嘅封橋標準。像現在河床的變化，然後沖刷的情況、盜採的情況，然後再來就是說目前這些老舊橋梁它的建材問題，就結合民間的專業團體，能夠立即縮短時間來做前面的這個檢核。香港當道好白紅嘅橋老豐富工廠都有50年、100年最大豐富標準嘅設計。不過好長橋講，認為集中熱量現象造成威脅，難擺好把相關解釋，應該嘅調整施工嘅觀念和標準。降雨的天數是集中越來越短，那降雨的強度越來越強，所以它一次的暴雨可能就超過你要超過100年洪水頻率的次數又增加了。所以在這個之下，當然你的核心會改變，那你的核心改變，你橋梁設計單位要根據這個核心去改變，不然你沒有辦法因應這個核心的一個河床變化。下跳過橋墩嘅底，構圖冇強壯未係問題。遇到高灘，你基礎很淺，那你深槽基礎很深，我一個洪水來，馬上深槽就改變，你這個基礎。你這個淺基礎的橋梁，這個基樁不是隨時會垮掉。專家認為，大部分橋墩嘅原因都係橋墩本太水割鐵。雖然橋墩熱多熱足夠，不過相對嘅對水流嘅阻擋未限額大，電導還會本打鐵。一到6體紅嘅橋施工觀念冇強壯，不過減少橋墩就會達到限額淺、限額難，成本填錯會增加。條板冇填錯會本公路單位接受。不過對住擺風浪水草選嘅依然上網，落團橋草選嘅重啟模擬片嘅社會成本來看，可能如果重新上看啊，導彈用扮演嘅設計還有幫助。莫拉克風采大陸嘅台水，喺高雄地區總雨量累積最高有2527毫米，屏東地區2686毫米。但長係粗8兩日，屏東1403毫米，從下歷史最高。前10年除了1997年嘅安柏風采，
列摆水量出爆盘的救命。不过气象局对初料开始总质量预测出小镇内700安度，推动海岸黑对300毫米，小镇到1600毫米，收涨5.3倍。多到历史最大落水，但冇办法提早预警，预报技术出来莫干问题。我们在西南边这边的资料就其实还是蛮缺乏的啊，从东沙岛啊到台湾，那除了东沙岛有探空，那台湾的观测资料之外，另外就只好靠雷达了。另外，中央然后在网中方面发现，西南部62年内嘅年平均雨量係2286毫米，結果北南部山區短2-3年嘅累積雨量，竟然將跳擺幾年嘅水都落體嚟，甚至還超過當度。台灣兩種極端落水嘅現象已經出現嚴重模式，但冇想到竟然來到暗夜，為民眾犯罪誤察。台灣對1994到2000年之間，出發生300年雨量超過700，甚至係1000毫米嘅大水。那種極端落水模式，高於擺喺2007到2009年之間出現。不過發生嘅時間已經對30年，縮短變做10年。對國人來講係動態嘅進行，超乎我們的想象。它一直朝着一個極端性的方向來去發展，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告，告訴我們說，我們面對自然界的變化，它所反映出來的力道、跟它的頻率，還有它的幅度，都可能遠遠超過我們過去的經驗。如果在山區降了很大的雨量，山區頭的地層遭到了破壞，它會從遠遠的幾公里的地方，慢慢的流到中游，流到下游，甚至衝到了平原地區，災害更大了。蘇上學者還冇有哪個數據，就嚟直接證明係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兩種極端落水。不過兩種趨勢確實近來已顯明，政府嘅水資源管理係個很係天地橋嘅思想，驚怕冇辦法應付環境安態嘅變化。莫拉克風災對南台灣造成動態嘅損傷，當到客家族未做提水，當到人家人越擺本提水大體，如果越擺嘅重建，還有當到人黃毛嚟出牆冇見嚟，唔啲外地嚟落錯，甚至老千億喪失兩世界。咁講特別比較發生，呢就會講滿越擺，有啲不係老必苦，係未做得唔望過發生。